上集講到朋友要大家五五波，識得分，對自己呢都係有一種分叫分配資源，分配資源俾自己啊！人生啊，大家都係70歲80歲，時間係有限嘅，所以一個人啊要懂得為自己分配資源。我再講多次係自己分配啲咩資源啊？基本上係3樣嘅啫，時間、金錢同埋精神呢3樣嘢。對自己冇利益嘅嘢就唔好搞咁多啦，慳翻啲資源，慳翻啲錢，慳翻啲金錢同時間或者係精力，要花多啲對自己有利嘅地方。運動對自己有益身體嘅，要花多啲時間，係咪啊？係嘛？對方係一個好人，對方係幫自己，對方係可以同自己做朋友，互惠互利，點都好，係嘛？呢啲可以花多啲時間。呢啲嘅地方就係包括人、事同埋物，呢啲都係資源，所以咧花喺對自己冇利益嘅地方咧，就叫浪費，係嘛？日日就得個食埋啲唔等使嘅嘢，同埋啲唔等使嘅人，花喺啲唔等使地方，花咗好多呢咁嘅精神，係嘛？對自己冇益嘅就叫浪費，花喺自己有益嘅地方叫投資，係嘛？我哋人嘅資源係有限，頭先講咗條命啊得咁長嘅啫，係咪？資源咧就有限嘅，每人大概一日就24個鐘，又24個鐘，扣埋瞓覺嗰啲咧就得7個鐘、8個鐘嘅啫，係嘛？所以咧，有人就係話你得返10日命嘅啫，你會點樣做？就係要先分次序，最重要嘅係乜嘢？最唔重要嘅係乜嘢？就要 prioritize 你嘅表，你嘅 list， 你就係得10日命。呢10日命裏邊，呢10日裏邊，你係一定要珍惜每一日。你要做啲對自己係非常有意義、非常重要嘅嘢，因為10日後就冇噶啦，你就玩完噶啦。你仲會唔會使啲錢喺度使埋啲唔等使嘅嘢上邊啊？係嘛？你仲會買隻好貴嘅錶，仲有冇用啊？其實你會唔會仲買埋啲好唔等使嘅嘢，同埋啲好唔等使嘅人一齊去飲酒食飯啊？你得10日嘅啫喎，大家不妨多啲諗下呢樣嘢，分配資源。